前有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30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香港版的国安法实施了后，香港会成立国家安全处，才成立无偌久，昨下晡就开始抓人，以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的分裂国家罪，甲3个查甫、1个查某，拢总4个少年家抓去。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新成立的港务处国家安全处，伫29案正式，下昼3点半开始，分别伫元朗、屯门、甲沙田逮捕4位年紀伫咧16到21歲學生。我哋係以國家安全法入邊嘅分裂國家罪嘅第20條，即係話係組織、策劃、實施或者係參與分裂國家，及21條煽動、協助、教唆同埋資助分裂國家罪名咧，係拘捕咗3男1女嘅。港警講收到消息，有團體伫咧社交平台宣告成立港獨組織，雖然無講出社媒組織名稱，不過港媒報道已經解散香港本部嘅港獨團體學生動員嘅前召集人張漢霖，甲其他2位前成員攏伫咧被逮捕名單內。呢個組織咧，佢有佢自己嘅綱領嘅，包括咗咧，佢話係要建立一個香港嘅共和國。第二就係話咧，係不徹底線地去一個鬥爭。第三咧，佢係團結一個嘅香港所有嘅獨立派咧，係進行呢個嘅行動嘅。除咗綱領之外咧，佢亦都有啲嘅宣言咧，係咧煽動係其他人咧係加入佢哋嘅行列嘅。港警澄清，這件舉報案只敢若涉及國安處，甲北京當局主港組織國安公署無關係。港媒報道，港警這邊舉報行動，甲社群媒體專業創制獨立黨有關係。根據專業嘅記錄，創制獨立黨自去年5月開始運作，由學生黨員嘅海外成員成立。另外，本來定9月初6要舉行嘅立法會選舉出現變數，包括 TVB 加青島日報這款親政府嘅媒體指出，因為新冠病毒疫情，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準備要引用緊急法，甲選舉延1年。記者綜合報道。了解新今仔日的早報重點，咱先來看《自由時報》。美國甲澳洲同齊發表聯合聲明，批評中國破壞區域的和平，嘛強調台灣在印太地區的重要性。兩國願意繼續加強甲台灣非官方的關係。咱外交部嘛表示講，咱有願意甲因合作，為做印太地區和印太地區會當穩定。來看《蘋果日報》，文化部前司長朱瑞虎因為欠幾兩間銀行信用卡的錢，做副司長甲司長的時，收台北市出版商業公會紅包，替因摕到2279萬的補助款甲標案。台北地檢署調查了後，依照貪污治罪條例提起公訴。來關心聯合報。所謂身份證，自本講今年10月份要換，也毋過有資安專家甲法律界學者，也有台灣人權促進會，攏有聯署反對這個案。因昨昏是呼籲政府愛重視所謂身份證的風險，若無專法來保障個人資料，有牽涉到違反憲法的爭議。今年97歲的前總統李登輝2月初8因為啉牛奶的時期砸到，送去台北影送治療。最近傳出伊病情惡化，也毋過病因是八歲講。李前總統的身體雖講無啥理想，也毋過又繼續在治療。伊夫人詹文輝女士昨昏嘛佇病院，一直到尾暗6點才回去。前總統李登輝的夫人94歲詹文輝。29早起11點多坐車去病院看李前總統，一直到尾暗6點才登記催產中。李家新婦張月芬也最近登記催產中。已經97歲李登輝之前傳出病情惡化，包括總統蔡英文、副總統賴清德、行政院長蘇貞昌3個人，早起攏去病院看李登輝，向家屬表達關心，也聽病醫療團隊的簡報。李前總統對台灣民主的貢獻，為國家做事。大家非常敬佩。李前總統因為有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愛長期用計劃，最近幾年身體無啥好。2011年大腸癌離奇，經過治療了出院。2013年做椎動脈支架抗體手術，即嘛規身軀肺管支架有12支。2018年11月佇咧厝內跋倒，送病接受電腦斷層，腦部有小可出血。今年2月初8啉牛奶砸到，送病治療，發現細胞浸潤。一直斷線到即嘛，網絡也出現伊過身的消息。台聯黨講這是假消息。請大家不要傳遞假的新聞，伊個總統也個是
伫治疗当中。李林辉的查某囝李安妮甲囝在外国州昨暗夜去水山庄，各界拢正关心李前总统的病情。台北杨总即个人强调，李林辉的身体状况确实无理想，目前还阁伫咧病治疗。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公司国际影音平台委托案这件证据，文化部长李永德昨昏接受公司有话好说的访问，伊认为讲资本这是一件好代志，尾啊煞歪去。国部长只好暂时停止委托的关系，也毋过这个政策甲方向，也个计划甲时间表拢未改变。10年你要去解释什么很难啊，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最佳的方法就是我们暂时终止那么这个委托的关系。文化部大当下终止公司国际影音平台委托案，部长李永德认为本来出发点正好，却互外界扭曲，有学到教训。它是一个不确定、不稳定的计划，或者是经费来源，或者是所谓的执行委托的一个关系。对。这难道不是侵犯了公司独立性吗？是啊，所以我非常抱歉。我坦白讲，只要碰到公共电的事情以后我们都要非常小心。因为国际影音平台新台币4500万的程度专案，要用国内防灾地动等临时用到的第二有备金，是不是适合？李永德讲，这是第二有备金的其中一个用途。那政府推动政策，明年才提计划，无可能有绩效。政府推动政策也许你过了今年明年要再提不一定会有钱呐。这个政府这样推动是不可能会有绩效的。当初投同意票的公司董事自随喜讲，一开始伊也反对，不过考虑到公司的经费无够，发展面临困境，若是人保护执行计划主动、主导、主体性，伊愿意支持。对文化部终止计划，伊无法度接受，认为文化部无顾董事会决议，决定是第6届董事会职务。我觉得文化部说一套做一套，你等于是间接打脸了我们公司的董事会的决定。从今天这件事情来看的话，变成就是你文化部高兴的时候嘛，你就做嘛；你不高兴的时候，你终止我的补助，我是不是就不要做了？李永德强调，政策方向无改变，时程也无变，不过案件以后要怎做，会继续听取各界意见。另外，传讲江春南是内定后一届公司的董事长，李永德否认，讲江春南只是提供平台计划咨询。另外，第7届公司董干事提名名单，后礼拜会公布提报行政院。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日甲明仔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高温烧热。咱来看上新的云图。今日是透偏东风，所以伫这方面的东半部、甲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过头了后，西半部有西北雨，尤其是山区爱细日上大雨。温度的方面，各地高温是33度到35度。啊，若无落雨的时，会感觉较翕热。大台北也阁有桃园、挖进山区甲河谷，也阁嘉义市金门，高温有可能会降到36度以上。因为最近热上海气候，医生患人有变多，所以乡亲嘛爱细致，嘛爱加啉水。今年7月份无风台，各地的溪水甲水库水位拢下降。伫台东的市立泳泉游泳池嘛，因为水伤少，生车池。有89年历史的台东市立天然泳泉游泳池，伫咧游泳池内底，人甲鱼仔做伙游泳是一个大特色。毋过最近这1个月以来，有民众发现水位降低真侪，敢若会当互囡仔生水，而且水质变甲青青，车池变真侪，无啥敢落去。2个月前呢是大概在膝盖左右，那现在呢在膝盖以下。市公所表示，因为这个月泳泉的水量变少，水流较慢，车池就生较紧，会加强清洁。毋但泳泉池的水位降低，台东县各地溪流嘛传出水量变少，也是无水的状况。气象局台东测站的落雨监测，今年7月份到整，敢若降49.3毫米的雨，比去年同期136.9毫米是减了3倍的雨量。台北河川局嘛表示，若是落雨的状况减少，地下水位嘛会对咧降低。比较长久的时间。降雨量不是那么的大了没有那么多的雨量，那地下水位可能稍微有降低。南区水资源局嘛监测到7月份专门甲乌水头水库的水量，敢若1亿8千多万立方米，比去年的3.5亿立方米是减了一半。毋过到9月份进前，应该是免烦恼欠水的问题。现在是还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状况下那我们整个供水的话，我们到9月的话，我们是会很稳定的。南水局讲，气象局预测8月份可能有较侪落雨的几率。水利署是强调讲，今年虽然7月份无风台，毋过全台湾还未到大考的程度，民众免伤烦恼。记者综合报道。
之前有一个泰国劳工登去泰国了后确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采验189个接触者拢阴性。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嘛表示讲，这个泰国劳工本身嘛是弱阳性。前日一个泰国籍移工，伫这个月2日伫台湾登去泰国，伊登去的隔当天就出现落屎，啊，毋过无发烧甲呼吸道等等的症状。如果泰国当地病院进行核酸检测，结果验出阳性。台湾疫情调查了后，列出追踪189个人，今麦采检的结果出来啊，全部拢是阴性。PCR 都阴性，那也做了抗体的检验，也全部都是阴性。但是中强调讲，已经去问泰国进行第2届采检，嘛已经得到泰方的同意。另外，指挥中心嘛已经摕到这个移工的泰国手机啊，甲台湾手机啊，希望针对这个月18到20伫咧台湾的行踪做进一步的疫情调查。虽然移工国活动的范围拢伫咧工厂附近，出国嘛拢有挂水啊。毋过迄当阵讲出国进前捌去大卖场采购，但是疫情调查了后，实际上伊说是去踅卖衫的店。指挥中心会透过手机的定位继续来疫情调查。是89、20有去过的一个地方，那并没有大卖场。我们有今天在问他，其实是去一个服饰店。为着预防疫情扩散，指挥中心嘛透过健保系统追踪桃园地区移工的就医记录，目前已经找出43个有看诊的记录，预计这2天会进行采检甲血清抗体检测。因为这几天境外移入的个案一直增加，再加上这个泰国籍移工确诊了后，都有医界人士伫咧网络破文讲，烦恼台湾对4个国家疫情大海啸的状况加速无快，是超级惊醒。新北市长侯友宜搁一届呼吁中央，针对入境的旅客应该全面普遍体检。我们的量能筛检够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全面100%筛检？隔离重于检验，14天里面应该会发病，然后这时候我们来验的时候，就能够比较精准。面对各界质疑无扩大体检，但是中表示，目前采用14天观察的做法，一方面会当增加确定性，另外一方面会当开始隔离，袂去造成社区传播。虽然社会成本较悬，但是伫咧全世界大流行的时阵，算是上安全的做法。啊，若是疫情海啸，嘛，互全世界确诊人数增加要1倍，国际经济继续伫咧滚价。伊强调讲，短期以来边境的关制袂放零。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赶紧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疫情，即马也咧滚价，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7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6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咱共款目前依次467例。中国的病例有84000多例，香港有3000多例，日本已经超过3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455万例，巴西超过255万例，印度超过153万例，俄罗斯有82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32万例，英国超过30万例，伫意大利有24万例。镜头来日本，日本的疫情反苦，真侪所在高一支新的病例拢创下新高。受疫情影响，日本的连锁业者、企业者嘛宣布要收掉全世界全球150间的分店。来关心香港的疫情，昨昏香港新增加118例，香港已经连续8天，逐天新的病例拢超过100例。香港政府嘛宣布讲，禁止民众伫餐厅内底食物件，所以当看到真侪工人只好徛伫路边食饭。另外，中国的疫情嘛继续咧传，昨昏嘛有100多例，其中有98例是本土病例。香港的疫情继续滚价，29新增加118例确诊，113例是本土病例，已经连续8天，一天的确診數量都超過100，累積病例數量嘛超過3000。有相關嘅個案呢，就係大概有67宗啦，即係同其他個案有啲相關聯嘅。咁剩低嗰46宗呢，就係仲要調查中嘅。咁喺相關聯嘅個案入邊呢，大概有54宗個案呢係喺屋企啊，或者係同啲朋友相聚嘅時候感染嘅。香港29嘛開始進一步的防疫措施，限住0到4個人減少到2個人，餐廳規工攏禁止佇店內底食，間內當包轉去。有工人去用翕到坐佇路邊食飯，嘛有民眾包便當去公園找位，真濟人流逛3地，而且閣愛找美好嘅所在，會使講是真無方便。梗係冇咁舒服啦，但係都要食㗎，隨機應變咯，冇辦法啊。
那香港疫情清悬，中国疫情嘛出现反弹。卫健委宣布新增加确诊101例，本土98例，其中新疆89例，辽宁8例，北京1例。辽宁大连的18例，拢甲凯用海产公司有关系。7月2日以来，大连累积52个病例，30例拢是凯用的员工，另外9例是员工的接触者。所有确诊病例均在大连市第6人民医院集中隔离治疗，目前病情稳定。大连对26开始全面开始免费普遍体检检疫，希望在1礼拜以内完成全市居民的检验，而且市政府嘛暂停开放博物馆、美术馆等等的公共场所。安尼是新疆自治区新增加89例确诊，另外有15例无症状的患者，全部拢是对首府乌鲁木齐来的。目前乌鲁木齐累计病例达到320例。新疆卫健委嘛开始加强日头对社区采样，而且对居民开始普遍体检，希望讲会当找出感染源。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年100个卖家雕像对昨正式开始，因为疫情的关系，沙特阿拉伯禁止雕像客入境，只有国内的民众甲外国人会当参加，所以规模嘛按250万人减到1万人左右。为了确保雕像过程的清洁甲卫生，沙特阿拉伯当局早在1礼拜前就开始伫卖家大清真寺进行全面的摒扫甲消毒。3个月新冠病毒确诊人数超过27万，并且有将近3000人死亡，是中东地区疫情上严重的国家之一。为了阻断感染扩散，沙国3月开始进行严密的大封锁，亲像24小时宵禁，一直到顶个月才解除禁令。因为防疫考虑，沙国今年禁止雕像旅客入境，只有境内国民甲外籍人士能参加，规模对250万人缩减到只有1万人左右。其中7成名额是分配予外国人，本国人敢若占3成。资格限定在20岁到50岁中间，无重大疾病也无新冠病毒的症状的人。不过，医护人员也个从来毋捌参加过雕像的民众是享有优先的参加权。李好运应参加今年雕像的人，顶礼拜六就陆续来到卖家。每一个人拢必须经过真侪检疫，并且爱挂电子手环。伫活动开始进行，也个结束了后，也必须被隔离。When I agreed, they say they will send someone to my house right at the doorstep to take the swab test for COVID-19 as well as the meningitis injection. And so that night they arrived, and once we finished all that procedure, they gave us the electronic bracelet, which will monitor where we go and everything. التأكد من اشتراطات مكافحة العدوى تكون على أعلى مستوى من تعقيم اليدين بالنسبة للحجاج، لبس الكمامة، التباعد المكاني، التوعية الصحية لهم في الباصات وحتى وصولهم إلى الحجر المؤسسي بمكة المكرمة. 参加行上阿拉法特山的雕像客，拢必须爱挂一个会连接因手机的高科技辨识卡，互政府用掌控因的行踪，方便必要时阵随时提供协助。这张智慧型卡片准有雕像客个人资讯、健康情况、地址，也个雕像的相关详细情形。活动结束了后，用转换功能变身真侪取代现金的支付卡。今年所有的雕像客拢互沙国当局看作是国王的贵宾，三顿休大交通也个健康医疗全部是由沙国政府提供。往年外国穆斯林若是来雕像一抓，至少拢开几啊千块美金。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科技业4大业者，并且Google、苹果甲 Amazon 4间大公司的头人，伫昨昏29的时头一摆透过视讯，伫美国联邦众议院的反毒检的听证会顶悬发表证词。因拢讲公司是因为表现好、产品好，介意用的人才会遮济，毋是因为毒检。美国联邦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办的反两端听证会，美国科技业4大天王 ，FB 执行长萨克伯格、亚马逊的贝佐斯、苹果的库克、Google 的皮查伊，而个事务经理透过视讯发表证词，反驳外界对因两端市场的质疑。When Google bought YouTube, they could compete against the dominant player in video, which was the cable industry. When Amazon bought Whole Foods, they could compete against Kroger's and Walmart. When Facebook bought WhatsApp, we could compete against telcos who used to charge 10 cents a text message, but not anymore. Now people can watch video, get groceries delivered, and send private messages for free. That's competition.
对 FB 过去一个恶意内容、文书、选举的公正被批评。萨克伯格希望政府爱对这寡领域定更加明确的法律，因为这私营企业伫咧各自领域拢有绝对优势，所以听证会是要确认是毋是需要定新的法律，抑个拨更加侪经费来监督这寡业者。As gatekeeper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se platforms enjoy the power to pick winners and losers, to shake down small businesses and enrich themselves while choking off competitors. Just as America's technology leadership is not inevitable, Google's continued success is not guaranteed. New competitors emerge every day, and today users have more access to information than ever before. Competition drives us to innovate, and it also leads to better products. 除了强调是竞争，毋是两端，萨克伯格也特别讲，美国企业的力量若是受到节制减弱，将会是中国的大胜利。另外，3位执行长虽然无点名中国，但过也拢强调美国科技界维持全球霸主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日本目前针对146个国家有做入境的管制。伫日本有居留资格的外国人，也是留学生，即马若离开日本就无法度过入去啊。也毋过日本政府讲，8月初5了后会加条件来开放。澳洲东南部之前发生严重的火烧山，到今年5月份的时火才拍花。世界自然基金会讲，有将近30亿只澳洲本土的动物，因为这场火灾毋是死亡就是受害。美国众议院的议员约火今仔日提出防止台湾防侵略的法案。法案授权美国总统伫中国用武力拍台湾的时，会当出兵保护台湾。法案嘛鼓励美国总统来台湾访问。亚洲经济学家拉泽恩萨利2017年时，捌准伊甲国美中会爆发贸易战。即摆伊接受国内媒体邀请，发表疫情了后全球的经济变化，有建议咱台湾袂当想过头偏向中国去中国，应该互市场更较开放，安尼对咱台湾的未来才有帮助。目前伫咧新加坡国立大学教册，嘛是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共同创办人的拉泽恩萨利，受到国内北美媒体邀请，伫咧线顶主讲疫情了后全球经济新的政策。针对台湾部分，伊强调讲，台湾虽无防疫有成果，但是国际贸易处境算是更较大的挑战。针对中国内经贸合作是无乐观。For Taiwan on economic policy is that for you to survive, you will need to advertise your open market, a bilateral FTA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might actually be more possible. 拉泽恩萨利认为讲，全世界经济要全面恢复，可能要等到2022年，因为疫苗出来到大量商业使用，尚无到年半以上的时间。全世界经济可能毋是 V 型转势，是豆豆恢复。另外，美中对抗变激烈，全世界经济情势变化真大。针对经济新的变局，有学者认为讲，台湾无应该凊彩选边站。顺着这样的一个供应链搬迁的趋势呢，就是借力使力的方式来，就是跟中国保持一个经济上面的距离了。学者表示，目前产业启动化较明显的产业，即马这个阶段敢若半导体业，其他的产业也是甲对华保持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完全甲中国关系切入长，对台湾的经济冲击是真大。台湾政府应该谨慎评估，一步一步转移产能到东南亚，台商回流嘛要有配套措施，投资效益才会出现。记者综合报道。那个新客委会有推出浪漫客庄旅游券，一张800块，也毋过只有14万份，有358万人去登记，所以得奖的机会敢若4%尔。客庄 Go Go Go！ 是抽奖荧幕开始时，无偌久，荧幕就秀出得奖者的名单。客委会推出面额800块的浪漫客家庄旅游券，伫咧2到中昼抽签。358万来参与我们第2次的一个抽奖。我们除了延长2天之外，我们也取消了异地消费哈。为什么取消异地消费？因为已经达到了我们政策性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效果。客庄券是所有正经加码券内面名额上悬的，只敢发14万份，吸引超过358万人来登记，得奖机会只敢4%。会伫2到下昼5点过了后发简讯通知，摕到的人会当伫8月4日开始去客家文化的重点发展区域消费。另外，体育署伫咧2月抽的400万份动资券，验过抽签了有民众发现真侪问题，譬
譬如讲有合作的店，利用商品的项目完全抗白，有一寡机名或者是有效是显示1，也有一寡文具、3C 产品拢伫咧其中，收到的感性甲官方的资讯也无共步。符合运动产业呢，它有12项加1啦哈，初步的这个电脑审查之后啊，那认为它符合的，那就把它上架了哈。那如果说呢，那确实没有这一些，然后他也不愿意的话呢，跟我们反映，我们都会下架的。体育署讲，若是有业者并不是运动相关产业所获别难入，拢会当向体育署反映，看是不是该提落。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来关心高雄市长补选的政见发表会，一礼拜6要举行。因为伫高雄一直拢有环境的问题，昨有几个环保团体不满即卖野3个候选人拢无注重这个议题，所以要求候选人爱提出相关的政策。环境政见等不到，高雄市长给问吗？高雄市长补选伫咧8月7日就要举办政见发表会，不过环保团体认为讲3个候选人对建设、产业、甲财政提出真侪看法，却真少讲到环保，特别点名民调上悬，民进党的陈其迈想袂到伊环境的政策，却讲了比5亿前要更较少。陈其迈是现在民调最高的。那当然是，如果他当选的话，他要先承诺那以后是不是能够落实，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啦。像昨天我们也在谈空污怎么样来做管制的问题所以基本上我们的环境的政策会以联合国永续发展的目标的17项指标来拟定我们不管是在环境保育或生态永续的各项的这个政策。针对环团点名，陈其迈是反驳讲，又讲到空气污染，包括中油、中钢等等的国营事业，嘛要求因伫咧东北季风来的时阵进行空气污染的减量。因为环保团体讲，包括空气污染、兴达、甲大南部旧的发电厂毒液的问题，还有中钢要安怎减碳、甲废弃物处理等等的问题，希望3个候选人会当提出政策。减排、减污、减碳，包括整个废弃物的减少，都会列为最优先的工作。而且让这些怎么去减量，那第二个才是考虑到整个经济发展的策略。它一定会解决高雄的 PM2.5 空污问题。那至于其他的环境问题，也会等到上任之后通盘考量。高雄因为产业生态的关系，为空气、水到废弃物等等，拢有真侪环保的问题。这关系到高雄人的健康，咱若候选人敢会当提出改善的方法，嘛是敢会当摕到选票的关键之一。记者综合报道。所以镜头来嘉人的轻便轨道规划案，未来嘉人人想要坐火车去台北，爱先搬车去八岛，因为嘉人甲八岛这一段会由轻便轨道来取代，这是引起嘉人的不满。嘉人市长林右昌是出面解说讲，因为轻便轨道起步较紧，时间嘛较准，速度甲效率一定拢比火车佫较好。贵人轻便铁路案规划代替未到贵人火车站，未来贵人市民想要坐火车到台北，必须到轻便铁路沿线车站换车，引起贵人市民不满。那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发起暂缓计划连署。也到贵人市长林右昌面册老话，讲通勤时间强行加一倍，贵人无需要轻便铁路。林右昌离到早起亲身解说讲，改善贵人到大台北地区的交通，铁路运输贵人轻便铁路是上好方案。起步紧、停车紧、准点率悬，速度甲效率比代替拢要较好。轻轨会不会比较慢？不会比较慢，是现在台铁的状况让大家非常不满意。比如说它的一个误点的一个状况，始终没有办法解决。对着火车歪入来贵人这个讲法，林右昌也强调，这是倒唔对去，是火车无一定会入来到市中心的旧贵人车站。即阵贵人市民大部分在7到8岛的车站来转盘车，也是坐快捷公车。贵人车站重要性下降，这人数敢若剩过去1/3。怎么样去提供受影响这些人有便利的服务？国道客运可能是一个方法。像现在的基隆轻轨的专案，它有没有机会再往前延伸？也许就不是只有板南线，我可能可以衔接松山线。铁路专家分析，全贵人大约有40%人口每天到大台北都会区通勤，建议政府在计划实施进前，应推出更加完整的交通运输配套，降低民众摩托一段车到位的困扰。记者综合报道。
前线直接看，咱来关心毒品的问题。警察机关对今年正月到7月有抓到超过3600公斤新毒品的原料。为着防止这毒品流入去学校内底，警政署即马按算要安排581个保安警察调去各县市的少年队。警方掠7个摇头带去的警察车送宜兰地检署，因涉嫌卖大量混合毒品的家己包予青少年，趁机会闯里头。警方亲自调查发现，其中会有的药卡，阁有2个是伫咧学校读册，高中生。国显为首的贩毒集团，以在县外大量的购买 K 他命及掺有卡西酮类毒品之毒咖啡包，贩卖于青少年使用。倒点藏各种形态毒品，有的是有一粒面苗苗丁丁成分的毒咖啡包，有的是哪像软糖。警方自今年1月份到7月份查到新毒品的原料，总计有3699.5公斤，成品超过850公斤。佮查到有摇头吸收学生来运输毒品，卖到学校去。根据教育部统计，学生滥散用药物的状况，106年有1022个人，107年有628个人，108年是有608个人。安若是青少年吸食毒品的人数，拄104年的1941个人，一直到108年是降到962个人。警政署特别设2年的专人经历投入去反毒的部分。我们这580名的新力军加入各县市警察局的少年队跟侦查队以后，对于打击校园毒品的作战力跟能量一定会提升非常多。警方表示，目前青少年吸食毒品以16、17岁年龄上济，毒品的种类是以咖啡包上大宗。未来加入的新警力，主要是投入去全台湾6都的少年队当中，专门负责处理学校的毒品问题。另外嘛，强调讲，警力未进驻学校。记者综合报道。热天伫山区，毋若蛇济、虎头蜂也济。高雄有一个驶脚踏车的司机伫高雄驾驶的山区做事，无细致去夹到虎头蜂的蜂箱，互规定蜂顶50外扑，而出现过敏性的休克，而且嘛有器官衰竭动症。经过插管急救，好佳在有救回来。一个40外岁姓周驶怪手的司机，头壳顶甲手骨拢是圆圆的空喙，因为去互规定虎头蜂攻击，分数顶有要50个去互虎头蜂叮到的空喙。迄当阵情形真严重，因为喘气衰竭，所以有插管，送上去加护病房治疗。头整个蜜蜂一抓这样拿来搓一搓，10几只，差不多开到一半的，整个开始路就模糊了，开始模糊。很快就呼吸衰竭，插管进入到加护病房。风蛰、风毒所造成的那个急性魂肌溶解症造成的那个急性肾衰竭。代志发生伫咧初5，高雄市甲仙区，这个驶怪手的司机当伫咧做修理车路的工程，煞无细致拄到虎头蜂箱，雄雄互规定飞出来甲蜂攻击。虽然迄当阵伊随走去车顶避，毋过也是互虎头蜂顶10几分钟，加在紧急送病院有救倒转来。医生讲，若是去互甲蜂叮到，都要特别注意过敏的反应，造成急性喘气衰竭的情形。包括像小便颜色变深后，可能魂肌溶解了，接下来生活会受到危险。那如果说一些晕眩啊，甚至觉得说意识状态越来越不 OK 的话，任何的不适就尽早就医。根据基山病院的统计，高雄基美地区中毒的个案，差不多有7成是去互蜂叮到。医师提醒讲，热天是蜂采收蜂蜜的季节。若发现蜂对分数边飞过的时阵，唔通用手去甲飞，或者是用衫甲压甲赶，上好互伊家己飞走。若无细致去互叮到，唔通乌白用变香治疗，都要赶紧去互医生看，这是上重要的。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伫南投发现一台游览车，车尾司机的名顶头是写赖打、写打火机这3个字。民众是感觉讲这是咧讲耍笑，还是咧装笑的？台中区的监理所是表示讲，安尼做是并无违法的，因为即卖营业大客车的车尾爱写司机的名，这个规定已经取消啊。头前游览车车尾搭的司机的名竟然叫做赖达，民众感觉讲是司机乱编。实际上联络这个游览车司机，伊讲赖达是外号，而且安尼伫车尾挂外号，并无违规。很多名称啊，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名字嘛，所以我们都叫外号啊。这台车是谁在开的啊？有些人会贴在后面啊，有些人不会贴啊。其实，毋但是这台游览车，也有未少民众伫路的发现奇奇怪怪名，有人叫做幸福家族、高一生，甚至叫做崔金勇。
台中区监理所表示，安尼确实是无违规。106年10月27日后，就取消车尾必须爱加注司机真实姓名的规定。在106年之后，我们考量到各资的问题，还有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动态系统的一个建设起来了，那我们都可以去掌握到这个车辆的动态跟驾驶者是谁的情况之下，就修法把这个规定拿掉了。台中区监理所进一步说明，加注司机的姓名规定实施大约12年。当初是因为营业大客车事故甲违规真多，所以讲才有这个规定。如果多数民众认为车车也是应该爱有司机的姓名，才方便检举申诉。挂真实名字，我觉得比较恰当。他没有挂名字，我们没办法举报他。台中区监理所表示，即阵的客运甲游览车拢有加装 GPS 车辆动态系统，民众要申诉违规，只要记下车牌、甲时间、地点，将找到司机。无姓名并袂影响民众申诉权益。记者宋华报道。教育部即马靠大地推设伫学校内底设太阳能棚，若边仔骹嘛会使互囡仔透风落雨的时做运动的场所。伫屏东邦寮的交德国小，即马嘛伫学校内底活设，毋过家长是积极讲，安尼可能会去牺牲着囡仔的活动空间。屏东交德国小学生的家长，行伫咧运动场顶悬，看到原本学生的游乐设施，几个所在拢用铁片扎起来，当咧做太阳能供电板的棚仔，内底有树仔的基骨，拢已经互剪甲光噜噜。家长真生气，认为讲学校为着要安光电板，牺牲学生活动的空间。其实小孩子有时候难免会调皮，但如果爬上去呢，来颠丢嘞。比如打球啊，晒晒太阳，这个小朋友绝对必要的。学校设置所有的东西都要以教育为基准，而不是以发电的功能为基准。面对家长的指控，学校这边回回讲，设置供电板是为着让学生就算伫咧热人，也是会当做户外的活动，时间拢有符合教育部相关的规定。针对家长认为供电板的棚仔受过挖进运动场，囡仔可能会爬起来造成危险等等的意见，嘛拢会做调整甲保护的措施。假如说把它建制成风雨球场的话，那他们还可以就是在大太阳底下的时候，还可以再去游戏的一些活动。然后它有一个防坠网，小孩子也摸不到那个板子。学校甲家长拢是希望互囡仔一个更较好的学习甲活动的空间。要若要安怎处理才较适当，双方恐惊需要更较侪讨论，才会当达成双赢的局势。记者综合报道。那林务局是为着要推设伫咧树仔骹会当种植，增加南海经济，专工伫花莲甲原住民的部落合作。辅导时代饲芳嘛种香菇，互未少退休的阿公阿嬷即马找到事业的第二春，嘛创造心灵的价值。这是花莲市外山边的国福社区，10几个阿公阿嬷当伫树林内底检查饲芳的树仔，也是做收的轻，唔通看伊年岁大，就应该踮伫厝里享受。这寡人有的是公务人员，有的是民代，退休了拢来学习林下经济。椴木香菇、养蜜蜂、金线莲，接着可能还有养鸡等等。这个对我们原住民，特别是山地有保留地、有森林的、造林的，很有帮助。花莲林区管理处表示，为着要让新林佮创造附加价值，所以林务局推设林下经济，而且花莲原住民的族群上济，上适合部落做伙做。部落最适合有林下的环境，他们可能家里自己的原住民保留地，或是自己的那个农牧用地就有森林，那我们在这个场域推会比较适合。若是根据林管处的资料，目前学员超有30几个人，族群阿美族甲布农族，芳是拄16箱开始饲，敢若用1年的时间，已经有95箱，而且这个芳大部分拢是采含蜂草，所以算是亚米，食起来溜溜啊，酸味计效真悬。它加水摇晃之后，它会产生一层泡沫。那如果是我们用那个人工合成的部分，它因为里面不含蛋白质，所以它事实上它不会产生泡沫层。是国福社区这片森林，目前已经加做林管处林下经济的示范区。部落的头人是希望讲，少年人会当回去故乡，伫咧无破坏森林自然环境之下，做伙发展部落的事业，而且可会当带动观光，增加收入。记者综合报道。罕见疾病朋友面对疾病是真辛苦，嘛需要勇气。台中市的东综合病院甲罕见疾病基金会即马是举办艺术展，展出因的艺术作品，也佮有朋友的家属作为初回后啊，希望透过这个作品，互人看到因生命坚强的一面。
北京县妈妈伫咧生死档之中爱囡仔囝，展现母亲坚强和疼囝的心情。罕见一病朋友吴欣桥讲，这腹肚好做幸福的囡仔，要维护伊的妈妈。妈妈很辛苦，每天都带我去做复健，所以我就把幸福的熊画下来。在画第一幅画的时候，才让我很惊讶，说原来他可以画画，而且他还能够把一个物品具体化了。吴欣桥的妈妈看囡仔摕画笔，用创作暂时袂记得小脑萎缩的辛苦，伊的心内是真感动。台中市东综合病院和罕见疾病基金会特别办艺术展，展示罕见疾病病友和因的家长所创作的艺术品，要让人看到生命坚强的迄一面。我们看到非常感人，不只是图的内容很丰富，而且里面很多含义。不只是把我们病患的才艺展现出来，然后也让大家知道我们海滨是非常有生命力的。除了油画，也有手工做的碟啊，和粗肥做的碟袄和碟鼓。东综合病院的走廊也展示病友各种日常生活的相片，让人会使对这个艺术创作者更加熟悉，也了解因一路行来有多尔勇敢。记者综合报道。稳定白了，有一个退休的警官，伊名叫做易金河，50岁的时，伊提早退休，回去故乡照顾父母。因为伊对烘咖啡豆啊真有兴趣，在专心地研究烘咖啡豆的技术。即摆伊烘出来的咖啡豆啊真受学乐，煮出来咖啡香香香。那最好就是东北到东深点。讲到家己安怎烘咖啡豆啊，易金河强调烘的温度和时间上重要。豆仔出炉的时机要算好准，安尼咖啡烘出来才会好啉。易金河自20年前对烘咖啡豆仔就真有兴趣，加上爸母较细岁，所以提早退休了后，转回乡回去照顾四大人，顺续专心培养家己的兴趣。退休之后就回到麦寮，我的父母年纪都不小了，提早退休然后回来。烘咖啡我大概烘了将近20年。前20多年前就咧啉啊。伊拢逐摆会创倒阮啉啊，参一般人无共啦，较味道较好，啊个袂苦袂涩。易金河的老母学了后生家己烘家己煮的咖啡，芳开十足，搁好落后。易金河嘛讲，亲戚朋友知影伊教烘咖啡，定定拢会招伊同齐啉咖啡。对伊的功夫是学了甲会得志。他自己精心去烘焙、去挑选，然后控制的温度弄出来的，绝对跟外面不一样。对，几乎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有回来喝过咖啡，他们都觉得非常棒。退休了后的易金河，一点仔都袂无聊，毋但通做家己喜意的代志，和爱啉咖啡的好朋友分享咖啡香，搁通陪伫四大人的身躯边，甲因友好，找到家己上自在的生活方式，快乐过日子。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率来在小干华联用地的少年农民，伊名是叫做夏明坚。伊毋但举猪头，嘛举镜头，哪做农，哪拍影片，成人目，要靠搁较侪少年家回去故乡种田。下午9点，台湾新简介文化新单元，咱做伙来看网络红人小渐渐的农业人生。这是阮的鱼啊，就有水无？拢总安尼看到哦，有4万外箱哦，吼。会当供应阮做田的有无？160公顷哦。哦，阿姨，这头拄你有示范过啊？嘿，所以安尼。即马换你哦。我好。换你表现一下。表现一下，我惊甲伊弄下去。哇，这拢是鸡啦吼。会筋嘿。哇，我拢水，所以会重呢。会啊，因为拄啊喷水啊，我若要互提回，我就无喷水啊。哦，我明仔人要提回，我拢知，我就袂喷水啊。我甲你讲哦，这个是北部站的。北部站。这其他的农民哦，是安尼。佮颠倒过来。为什么你知无？为什么？因为。伊想讲，你这少年人无爱去台北打拼，创啊教阮学做田，因为老一辈知影做田趁袂着钱，娶袂着某，无未来无前途，你创啊转来上忝头的毋是做田，是别人的眼光。对。哦。
大家人拢看你安尼有无？看你无？伫我以前哦，唔敢甲人讲我是做产的，因为惊见笑。伊无成功啊，无趁着钱啊，正常就甲见笑。迄时阵伫我心内拄一个甲家己讲，我一定爱成功。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来关心白色恐怖是咱台湾正重要一段历史。来自清水的囡仔是咱台湾头一部政治受难者的艋舺，主角是蔡坤林先生，用红仔图画出伊的一生。来自清水的囡仔讲的是白色恐怖受难者蔡坤林一生的故事，用艋舺方式来呈现，将原本沉重的历史记忆，透过平凡人物的人生故事，和民众理解。我们觉得漫画其实是比起像是要阅读一本很厚的回忆录，或者是可能要进到电影院才看得到电影这样子的媒介，其实它是更为大众的，而且它是更跨不同的年龄层，就是无论你是小朋友或者是大人，其实漫画都是一个更容易亲近的媒介。蔡坤林讲，从来无想过家己会变成艋舺主角，头一眼看到艋舺，嘛甲伊所想的真无共款。我哪有遐尼缘投，无咧。我是咧唔食囡仔吼，是干那较爱美淡出来读书咯，啥物啦吼。面对人总是真谦虚，嘛讲家己无偌了不起。伊搁较希望的是，甲发生伫伊身躯边重要的人事物，小解互大众知影。我一定爱互咱新生代的少年人爱知影，讲迄当时的20岁囡仔，迄阵时的18岁囡仔是虽然无即阵的囡仔遮尔讲有世界观，有丰富的知识，竟是也袂晓拍电脑啊，但是因的纯情，因的热情是袂输即个囡仔。这部艋舺传记除了是蔡坤林的生活故事，嘛是台湾近代历史的写照。其实伊是一个真痛苦的一个过程，甲真痛苦的过去。毋过伊想要甲咱分享，甲咱讲即寡代志，所以伊会一摆搁一摆会甲咱即寡时岁讲即寡伊的故事。负责艋舺两位作者尤佩文甲周建信对人物故事甲历史资料拢真讲究，尤其册中出现的人物，嘛照实际情形呈现到语言的对话，希望互读者会当自然读台湾历史。记者杨淑晴、林坤明、张玉水采访报道。世界真心惜咱镜头来瑞典，大家若开钱买物件，当然嘛是开钱买新的，少人要开钱买旧的。毋过伫瑞典有全世界头一间只卖二手货的大卖场，咱嘛做伙来去细看卖。瑞典这占地5000平方公尺，结合13间店组组成大型购物中心，雷吞啊，无卖全新的物件，伊所有的货物拢是重新整理过、修理过、回收过利用。Since we've opened this store or this mall, we've managed to reduce waste for a value of over 30 million Swedish kroner. 顾名因将家己保爱物件交互雷吞啊，建过了后，依照物件进行清洁改造或者是修理，互因新的生命、新的任务，送到商场卖。佮开设一年期的回收产品设计课程，定期举办研讨会做第二点，推广永续经营。There is money in waste, and it's so foolish to not use it in some way. So where you can find waste.There's business opportunity. 在2045年，加做生态都市的身躯，打算将大部分的回收物资转成应利用能源。不过，敢若是看到停车场街路拢是车，突然发现大家出门也是卡惯死，家己塞车，爱全民斗阵责任减碳，依然是有困难度。The biggest effort we have in front of us, which is we have in common with other cities and the entire world, is the transport system, of course. There you have lots of things to do when it comes to lowering the carbon dioxide. 2016年，埃斯吉尔斯通纳市列出一份50大环境承诺，发展再生能源、建设脚踏车道。今年进前，反对党绿党就指出，未少气候目标拢无达成，呼吁领导者爱搁较拍拼。记者综合报道。
昨昏是国际好日，泰国嘅保育人员嘛有公布一段看落互人真欢喜嘅画面甲影片。因伫泰国西部嘅森林翕到3只虎，拢是强要绝种嘅印度吉拿虎，这是4年来头一摆。对镜头换过来，皮皮的了就回头离开。虽然前后才10秒钟，也阁互保育人士真感动。国际鸟科保育组织潘特拉泰国分会伫7月29国际老虎日即天公布这段珍贵影像，因翕到的是列做濒危物种嘅印度吉拿虎。ล่าสุดก็คือว่ากล้องดักถ่ายภาพอัตโนมัติของเราจับภาพได้เสือโคร่งจำนวน3ตัวนะคะเป็นตัวใหม่ที่เข้ามาในพื้นที่ทำงานของเราซึ่งเป็นตอนใต้ของผืนป่าตะวันตกค่ะทั้ง3ตัวเป็นเสือวัยรุ่นค่ะ印度吉拿虎分布伫咧中南半岛，目前全世界大约只敢若剩1200到1500只。保育人士伫今年2月到3月翕到这3只港嘅印度吉拿虎，其中2只自森林北部向南冰山顶动，另外一只是第一遍发现，也是4年来第一遍发现。顶一遍是伫2016年发现18只。สิ่งที่สำคัญสำหรับเราอันหนึ่งก็คือเรื่องของเราต้องพยายามทำให้พื้นที่เชื่อมต่อของแต่ละผืนป่าเนี่ยสำเร็จนะคะหมายถึงตัวคอริดอร์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การที่เสือโคร่งเคลื่อนย้ายจากที่หนึ่งไปอีกที่หนึ่งได้อย่างปลอดภัยเนี่ยนอกจากการป้องกันที่เข้มแข็งแล้วก็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ผืนป่าที่จะต้องมีความเชื่อมต่อกันค่ะ保育人士并无公开发现虎的所在，因为大南者的威胁又源伫咧，应该加强保护工作。目前全世界只敢若剩3900只野生虎，其中160只伫咧泰国。泰国最近几年正积极推动虎的保育工作，希望到2022年时阵，会当将虎的数量增加50%。记者综合报道。伫南美洲的国家厄瓜多正出名的加拉巴哥群岛有正丰富的自然生态，不过最近伫遐外海出现大约200只插中国旗的渔船仔，当地政府正烦恼因会去破坏生态，已经加强巡逻。联合国世界遗产加拉巴哥群岛的海域有全世界上多元的鲨鱼种类。最近这片海域的外围出现约260只以中国籍为主的外国渔船，当局烦恼讲会破坏生态，当咧寻求外交协商，要求渔船离开。Mientras la vía de la negociación diplomática esté abierta, esa será la única vía que se utilice en la esperanza y con la casi total seguridad de que por esa vía se van a resolver. 虽然这渔船停伫公海，并无进入厄瓜多的经济海域，不过这片海域2017年的时阵，捌发生不少中国渔船乌白违法掠鱼的事件。迄当阵一只渔船去厄瓜多查到非法掠鱼300吨。而且内底大多数拢是保育类的鲨鱼等等要绝种的海洋生物。为着避免悲剧搁再发生，厄瓜多国防部加强海军巡逻。La necesidad de avanzar de manera urgente en fortalecer este instrumento internacional que se llama el Tratado de Alta Mar, porque eso nos va a permitir llegar a acuerdos claros de manejo responsable también de pesquerías a nivel de las aguas internacionales, pero también sobre el manejo de desechos de las flotas internacionales. 当年这个时阵，中国渔船拢会大批集合伫咧加拉巴哥群岛的外海，今年的规模是比英国还搁较济。厄瓜多当局会寻求扩大经济海域的范围，而且甲拉丁美洲邻国结盟，共同保护这片珍贵的生态宝库。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下晡的天气，来关心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有35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是26度到3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请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
人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江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水嘛上爱水的秘书啦。想要像我这么水，今仔日咱就来讲这个主题：装塔。装塔汉语写作装塔，罗马字写作子恩装特阿塔。装第一条，塔第7条。装塔就是化妆打扮的意思。因为头是咱人上界显白的所在，所以会开较侪时间装塔头面的部分。第一步，咱通常会先洗面，把门根孔洗好清气，再来抹化妆水、其他的保养品等等。保养刷了后，再开始抹粉、画目眉、点胭脂。有闲的时阵，我阁会擦指甲油，也是去予人彩绘指甲。你看，敢唔水？甲家己装塔好，阁较拍，心情嘛阁较快活。即马真侪查甫查某拢正够西装打扮，毋那是挂耳膏，连片啊、豆仔嘛拢有。也是伫身躯赤花真适拍，秘书我嘛真介意挂饰品，像金手链、钻石手指、珍珠耳膏、玉啊手环。不过这物件拢真贵，我只好拢要价。有一句俗语讲：3分人7分装。意思是讲，人的外在3成是父母生成的，另外7成就要靠打扮，所以培养家己的美感真重要。例装塔、化妆、胭脂、指甲油、赤花、西装打扮，3分人7分装。爱水无啥物唔对，因为介意家己，对家己有信心，是人生内底一项重要的功课。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等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2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